对汤机场直飞的飞行机，一到日本茨城县，就喜气的布条来欢迎台湾游客，展现彼此的友好关系。特别突破，更是今年疫情过后，台南第一个签署的日本友谊城市。同时，台南嘛是突破伫亚洲第一个姊妹市，对双方拢有指标意义。其中，距离东京无到1点钟，地当到的社铺是日本第二大湖。来到这袂当错过，就是骑铁马。当然要欣赏美景进前，车马先到最后突破车站的单车广场，因为这嘛是全日本第一个直通车站的卡车据点。双手空空，讲行就行，做回来坐车体验，享受骑车的滋味。主仆，我们来了，单车行出发。随着集团甲深度旅游的潮流，当地打造了国家级认证，全长180公里，是日本上长的单车专用道。除了欣赏沿途美丽湖景、加山景，以及规片壮观的农田，借出世界压力。当然，买当西到社区，感受当地特色建筑，拢有无同款的感动。吸引这游客来体验，相当推荐。今天天气真的很舒服，尤其现在10月份，就是其实气温很舒服以外呢，然后沿路就是还有很漂亮的湖景，然后这自行车道也非常的平缓，所以其实骑起来呢真的是心旷神怡，然后风景又很漂亮这样子。会不会推荐朋友来这边再骑？会，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感受跟东京不一样的都市的步调的话，其实可以从东京来到这边，短短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它的景色是还蛮特别的，然后它沿途的那个路算很平，尤其在节点的地方，是比台湾的那个节点还比较顺畅，这点我还蛮推荐的。来到这骑车骑铁马，也会当来码头将车牵入去观光船，近距离接触风景，欣赏湖水的美景。其中难得的是会当看到过去掠鱼使用的篷船，虽然早就被拖网渔船取代，不过现在借着特殊白色篷船来发展观光，感受参照时光甲画作的黄昏美景，使人赞叹。今日は皆さんに、霞ヶ浦リンリンロードのサイクリングと、あと自転車を船に乗せて、クルージングをするサイクルーズ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た。体力に自信がない方も、こちら帰りは船で帰ってこれますので、湖の上の景色も楽しめたり、自転車も楽しめますのでおすすめです。はい、あとですね、今日は特別に帆引き船の方も、サイクルーズの方から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。霞ヶ浦の伝統的な、手法の漁の船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、皆さん帆引き船の方も珍しく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けたと思います。除了篷船的壮观，土浦市对大正14年1925年就开办较大的宴会竞技大会，今年将伫11月4号登场，嘛是日本3大宴会当中唯一唔是热天举办的。精彩场景实在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，适宜明年的版本，互大家评判。推荐大家爱亲身来感受现场的震撼。3、2。台新闻古籍日本专题报道。